我哋告別咗冷極村之後，我哋要穿越 S204 根本公路，我哋會進入黑龍江，向到最北嘅北極村。呢度係中國唯一觀測到北極光嘅地點北極村。我哋喺呢度一次過打卡最北嘅哨所、最北嘅郵局、最北一家，仲有神州北極廣場。夏季嘅北極村日長夜短，感覺生命都好似被延長咗咁啊！漠河係中國最北端嘅縣級市，而家我哋企嘅呢個位置就係北極星廣場，你可以俯瞰到成個漠河縣城嘅景象啊！松苑公園係中國唯一一個市區原始森林公園，最老嗰棵樹有成285歲。當地人話嚟到松苑可以納稅氣、增福壽。我哋大行嘅團友梗係要嚟吸下福氣啦！離開根河市區，穿過白華林，我哋嚟到大興安嶺嘅深處杜魯古雅。杜魯古雅部落係中國鄂溫克族中最獨特嘅群體，亦都被稱為中國最後嘅狩獵部落。鄂溫克嘅意思就係住喺大山森林中嘅人。呢度嘅鄂溫克人世代與馴鹿為伴，馴鹿善於喺森林同沼澤中行走，被譽為臨海之州。你睇啲馴鹿幾溫順同可愛。